我嘅律師同我向澳門法庭申請咗好多次，用視像方式同我落口供，或者請澳門警方派人過嚟，又或者澳門警方請香港警方同我落口供。呢啲做法呢，通常都有啦，合情合理。但澳門法庭從來冇回應，亦唔安排同我落口供嘅方法，咁就開心啦。你都冇同我落口供，就話開審，又冇文明，又冇天理。澳門法庭真係咁野蠻。自從2002年2月4號喺葡京發生嘅呢件事之後呢，醫生話我有個驚恐症，唔好去澳門。一提起澳門呢，我就成個人都唔舒服，又嘔，又頭痛，夜晚整晚都唔瞓得。咁我啲血壓呢，好唔正常。未好返之前，醫生同律師都唔俾我去澳門。其實我真係好想親自俾口供，請法庭俾個機會啊！而家科技咁發達，可以安排一個安全地方俾我去講嘢。點解唔聽我講嘢就開審呢？我有驚恐症，一提起去澳門呢，就好驚，身體好唔舒服。但係話去其他地方呢，就冇事喎。你睇我而家同你哋傾一啲事都冇，你睇我幾精神。如果法官唔明白乜嘢叫做驚恐症，響嚟審前就應該去問下醫生啦。我呢位醫生係非常盡責嘅，每一次同我診症呢，診症後都親自寫醫生信，從會下手於人。澳門法庭都收過好多㗎啦，點解每一次都接受？而家忽然間話睇唔清楚，
太潦草嗰隻，有冇呢個道理啊？你哋法庭嘅標準係究竟點樣㗎？我嘅醫生亦響醫生信上寫到明，如果睇唔清楚咧，可以直接問醫生，或者問醫生攞份報告嚟睇。但點解你哋澳門法庭冇咁做呢？就算我以前喺澳門做嘢，我有病都係返嚟睇呢位醫生嘅，睇佢已經有10年、20年啦。我同我律師喺04年都收到恐嚇信，呢單案都未破，梗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啦。